路面暢通無阻嘅時候，可以上山坡行駛。準備落返一波，然之後停喺虛線之前，記得唔好踩線啊！然之後望一望兩邊嘅盲點區，再望路口，冇問題就可以望兩邊嘅盲點區就起步轉左。打定左燈，然之後喺虛線之前停低，跟住望望盲點區，再望多一次路口。冇問題，先好再望盲點區，起步轉左。打定右燈，然之後望下前面，加埋右手邊有冇車。如果冇車嘅話呢，就可以直接轉右；如果有車嘅話，記得要停喺虛線嗰個位置。見到左邊有4車，可以打定右燈，望右邊嘅盲點區，然之後挨出去虛線嗰個位置，繼續行駛。打左邊指揮燈，過咗4車盡頭之後，就望左邊盲點區，然之後挨返入去原本嘅路線，繼續行駛。遇到4車，打返右燈，望盲點區位置挨出去，繼續行駛。打左燈，過咗4車車頭之後，望盲點區，然之後挨返入去原本路線，準備喺虛線之前停車，左右望盲點區。望清楚兩邊路口，冇車之後，再左右望，起步轉左。起完步見到有4車喺左手邊，打右燈，望盲點區，挨出去虛線位置。接住右燈，如果見到行人可以選擇慢駛，然之後去到路口嘅時候望清楚遠方有冇車輛嚟緊，如果冇嘅話就可以直接轉右，如果有嘅話記得要停車啊。左燈。過咗4車車頭之後，望返盲點區，挨返入去左邊嘅路線，繼續行駛。停低之後左右望，得閒可以望下倒後鏡，增加考牌官對你嘅印象。左右望起步，然之後挨去最右邊線，打定右燈，去到嗰條虛線嘅時候，就可以望一望右邊盲點區，然之後挨返去右邊嗰條線，繼續行駛。停車之後左右望，跟住留意下周圍嘅交通情況。左右望起步，然之後轉右。
如果暢通無阻，可以上山坡，見到前面嘅車輛唔確定佢嘅動向，可以選擇慢駛。停低之後左右望，留意下啲行人，仲有後面啲車輛動向。左右望起步，暢通無阻，可以上山坡繼續行駛。見到水馬盡頭，可以打定左燈。望咗左邊盲點區之後，挨左少少繼續行駛。打定右燈，然之後望右邊盲點區，挨右邊繼續行駛。左燈過咗4車盡頭，望左邊盲點區，跟住挨返入去原本路線繼續行駛。打定右燈，望下遠處有冇車輛過嚟，如果冇嘅話，可以直接轉右。見到左邊有4車，打右邊燈，望右邊盲點區，挨出去。去到4車盡頭之前，打左燈，望一望左邊盲點區，然之後挨返入去原本路線。低左右望清楚兩邊嘅路口有冇車，望清楚兩邊冇車之後，可以再望起步轉右 ，keep 住打右燈，因為左邊有4車，繼續行駛。打左邊指揮燈，過咗4車之後，望左邊盲點區，挨返入去原本路線。如果行駛期間暢通無阻，可以上3波或者4波繼續行駛。記得呢個路口一定要停啊！然之後望左右兩邊盲點區，然之後望清楚路口，冇問題就打右燈，左右望起步轉右 ，keep 住打右燈，打
閂左燈，過咗4車之後望左邊盲點區挨咗。前面架車準備行駛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選擇慢車，跟住佢尾繼續行駛。打住左燈，準備轉左。打住左燈，望清楚兩邊路口，如果冇任何障礙，就可以出去轉左。如果發現啲行人又想過馬路，啲車又想抽頭出嚟嘅話，可以預早停低左右望清楚個路況冇問題之後，先再繼續起步。打左燈，望清楚路口之後轉左。左邊有4車，打右燈，望盲點區挨出去。望下左邊路口，然之後轉右。接住右燈繼續行駛。打左燈，準備轉左。行駛期間見到行人可以選擇慢車，等佢哋意識到你嘅存在，跟住上返行人路。